好大雪哦！冇睇噶，好正啊！終於嚟到啦！大家好啊，又係我阿新啊！今次同大家嚟到妙高呢度滑雪啦。妙高已經係我第2次去嘅地方啦，咁都有少少心得想同大家分享下。妙高嘅地理位置十分之近海啊，所以呢，佢嘅雪量係特別多啦。同時間佢入邊嘅滑雪場亦都係一啲比較新嘅滑雪場，雪道與雪道之間嘅連接位會設計得比較好啲，唔需要成日隨板行嚟行去。對於我哋呢啲玩 snowboard 嘅人嚟講會比較友善，亦都會有 park area， 等大家有唔同嘅選擇可以玩，可以話係非常之多元化，所以我十分推薦大家去妙高滑雪㗎。第一個推介俾大家嘅就係赤倉觀光度假滑雪場，呢一個場我會形容為新手友善，因為佢嘅綠色線道係十分之多，仲有少量嘅藍線同紅線俾大家揀。而喺佢隔籬仲有一個叫赤倉溫泉嘅滑雪場，呢一個滑雪場會更加多綠線。如果你係新手嘅話，就好適合去呢一個場啦。兩個場其實係相連嘅，地圖中亦都會有一條分界線。要留意嘅係，如果你想去晒兩個場，就記得買翻對應相連嘅 pass 啦。第二個推介俾大家嘅滑雪場就係池之平滑雪場。呢個滑雪場十分之好玩，佢嘅中級雪道亦都會比較多，係一個非常之適合初中級者去嘅雪場。如果你嘅程度已經係練習緊 S turn 或者可以流暢地 S turn 嘅話，咁就非常之推介你嚟呢個滑雪場啦。喺地圖上面亦都睇到佢嘅紅色線道係集中喺山頂嘅，即使係練習緊 S turn 嘅朋友仔都可以喺下面嘅綠色線練完先上去就可以衝過。另外佢仲有個 Kids Garden 可以俾細路仔喺嗰度玩，簡直係男女老幼都啱玩啊！之後要介紹嘅就係我覺得最好玩亦都最推介俾大家去玩嘅杉之原滑雪場啦。佢最長嘅滑行距離係去到8500米啊，係一條極長嘅雪道。另外佢嘅中級線同埋高級線都會更加多，非常之推介一啲已經可以流暢滑到 S turn 嘅朋友嚟玩啊。而最重要嘅一點呢，就係呢個滑雪場非常之多非壓雪區域，而且佢嘅Powder區亦都非常之容易玩，非常適合初階同中階嘅朋友仔過嚟體驗下玩Powder嘅樂趣啊。仲有嘅係啊，佢仲有3個 Park Area。玩到咁上下，仲可以去玩下跳台，簡直係上中下三路毫無破綻啊！而最後一個推介俾大家嘅就係新井樂天度假村啦。但係呢個滑雪場我只係會推介俾中級者同埋高手去，原因好簡單啊！本身個場嘅 setting 真係為高手而設，佢裏面大部分嘅雪道都係非壓雪區，而且紅線同黑線嘅比例係極高，而且黑線之中亦都會有分 single black 或者 double black， 非常之適合中意挑戰嘅朋友們啊！朝頭早入場之前，仲見到有好多高手拎住塊 powder 板喺度排緊 first lip 等入場啊！至於新手就十分之唔推介呢個場啊，因為佢嘅綠色線道係非常之窄，練習嘅時候會令你越嚟越驚。另外呢個雪場都有一樣嘢值得一提啊，就係佢個雪場餐廳好好食啊，但係價錢嚟講就相對比較貴，而且份量都比較細碟，個人嚟講呢，就要食2份先飽嘅。正所謂啊，人品好就等於雪況好。如果大家都想雪櫃爆雪嘅，記得扶多啲阿婆過馬路啦。
錯，OK，靚啊！哇，啲雪大到咧〜如果大家中意我呢條片嘅，記得俾個 like 我，留言話俾我聽你哋覺得妙高好唔好玩，仲有訂閱埋我呢個 channel， 記得 follow 埋我 Instagram 啊，我哋不定期出片，拜拜。充滿雪啊佢蒙到爆啊！